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今日介紹 Excel 嘅快速存取工具列，呢個功能非常方便，其中5個我個人覺得好好用，可以增加工作效率。第一個係新增，如果冇加新增的快速存取，我哋需要按檔案再按新增。其實我哋可以喺上面見到有個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，你可以選擇新增，按一按個新增掣就可以開個新。如果冇加預覽列印和列印的快速存取，我哋需要按檔案再選擇列印。預覽列印和列印都係同新增一樣，都係同一位置選擇。如果冇加另存新檔的快速存取，我哋需要按檔案再選擇儲存副本。另存新檔係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。其他命令，常用命令中，選擇另存新檔再按新增同確定。如果加咗另存新檔的快速存取，當要另存新檔，按一下就得，非常方便。自動調整列高同欄高有好多方法都做到，但我較鍾意加係快速存取工具列，係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。其他命令，常用索引標籤，選擇自動調整列高同欄高再按新增同確定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